大家好，我係 Mia。今集我哋去南機場夜市，因為一個夜市王嘅節目，令到呢個夜市徹底爆紅。深受在地人喜愛嘅夜市，而家已經成為全台甚至連觀光客都爭相朝聖嘅排隊聖地。我哋一齊睇南機場夜市必食嘅美食。睇影片之前，俾少少鼓勵我，讚好呢條片。令我最期待、最想試呢，就係呢一間南機場夜市入邊英姐黑糖珍珠鮮奶。5點半開，而家未開，原來係咁飛嘅呢度。11號呢度有人氣排行榜，第一名梗係黑糖珍珠鮮奶啦。估唔到呢個檔仔可以有40幾款飲品啊！我哋拎咗飛之後去咗周圍行下，之後就等叫我哋嘅號碼。我要2號。微糖，不要冰，去冰。好，80。呢一杯呢，就係夜市王甜點單元入邊嘅亞軍得主，佢嘅魔力喺邊度呢？這個珍珠是煮多久？將近快2個小時。Q 誒，英姐黑糖珍珠鮮奶茶，試下先。今日好早嚟，好飲啊！果然係夜市王嘅冠軍。喺夜市王參賽嘅時候呢，有加埋咖啡凍，因為我唔飲咖啡，所以冇加。就咁飲佢嘅黑糖嘅香氣係非常之香啦，同埋口感非常順滑。我要咗微甜呢，甜度啱啱好。嚟到南機場夜市，俗稱兩大門神嘅餐廳，生內雞飯同埋曉迪筒仔米糕，呢兩間都係在地人排隊嘅熱店啊！呢一間曉迪筒仔米糕絕對係有名嘅傳奇老店，佢甚至登上咗夜市王嘅舞台，參加咗最考驗實力嘅一飯一湯比拼。自從曉迪參加咗夜市王之後，人氣更加爆棚啊！佢哋嘅招牌筒仔米糕好多時都會提早賣完，今次我確保要食到，我5點鐘就嚟到啦，仲可以避開尖峰時間，唔使人逼人。呢度食嘢嘅價錢咧係非常之實惠嘅，都係15至80蚊台幣。當時曉迪喺夜市王以芋頭排骨酥湯同埋滷肉飯出戰，雖然喺比賽嘅期間有啲曲折，最終曉迪憑住佢哋嘅深厚實力同埋佢哋嘅口碑，喺該集嘅單元成功大逆轉啊，拎到一飯一湯嘅第2名嘅排名。好多網民話曉迪嘅味道係台灣人先懂，絕對係在地嘅口味。雖然佢哋參賽嘅係滷肉飯，但今日我專登嚟試佢哋嘅招牌筒仔米糕同埋清燉排骨湯，同埋網上好多人都話必食嘅豬腳，因為好多膠質㗎。呢款筒仔米糕呢，米粒係非常 Q 彈啦，配上咗佢哋嘅特製醬汁呢，好有古早味嘅。唔怪之得坐喺我隔離全部都係老一輩嘅顧客。佢嘅醬汁呢，係好似一啲甜醬嘅味道啦，甜甜鹹鹹咁樣，係非常之開胃。我覺得配埋呢一碗清燉排骨湯呢，係非常之夾㗎，係清清甜甜，可以解到一個油膩感。排骨仲係入口即化添啊！如果你中意食豬腳嘅話呢，呢款老豬腳一定要叫啊！佢膠質勁多啦，啲皮呢係 Q 彈到不得了喎。試過之後，我明白點解佢係南機場嘅排隊神店啊！南機場夜市裏邊有好多檔攤，都有好多米芝蓮必比登推介嘅美食。我喺台北住咗1個月，我以為已經對排隊免疫咗啦，直到我嚟到南機場夜市，大家見到個畫面，我係由日頭排到夜晚。呢間無名推車燒餅被米芝蓮必比登推介過，堪稱排隊嘅神物。為咗去，我足足排咗1個鐘啊！呢個呢係手工現做嘅燒餅嚟嘅，到底咁漫長嘅等待值唔值得呢？等我揭曉呢個令我等到懷疑人生嘅手作燒餅係咩味道先。呢度有4款口味嘅燒餅，每一款都係台幣15蚊咋，即係等於4蚊港紙，真係大癲啊！因為佢係手工現製嘅，每款燒餅嘅出爐時間都唔同，到我嘅時候只係得返咁多燒餅，我都唔好意思買晒佢啦。買咗3個，2個紅豆燒餅，仲有1個鹹酥餅喺呢度。呢個紅豆燒餅得好香，因為有啲芝麻味喺度，好味。幾好味，不過排差唔多1個鐘太耐啦。呢個手作燒餅真係超級推薦啊！雖然係等得耐啦，但係呢係真材實料。不過佢表面呢有好多芝麻嘅，如果你唔係好中意食芝麻嘅話呢，咁就要考慮試唔試啦。喂，如果你睇到呢度中意我嘅介紹，幫手讚好條片。下一集我會帶大家去人氣文青景點，同埋食一個 CP 值勁高嘅鐵板燒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嘅介紹，記得撳免費訂閱同埋隔籬嘅鐘仔，下次出新片嘅時候就會即時收到通知㗎啦。繼續睇片 ，Go！
喺南機場夜市，除咗各式嘅小食，竟然仲隱藏住一間夜市王海鮮單元嘅冠軍，佢就係以烤魚聞名嘅海王烤魚。喺炭火上面烤得咧，外皮非常香脆啦，肉質係細嫩嘅，配搭咗秘製嘅醬料咧，太好食啦，非常鮮味。連評判都問呢條魚係咪好貴啊？原來呢條烤魚只係200蚊台幣，所有人都好驚訝。海王烤魚嘅位置係喺街尾嘅位置，大家唔好錯過呢間店啊！嚟到台灣嘅夜市，點少得去啊？臭豆腐呢一種獨特嘅香味啦，有啲人接受唔到呢陣味，但喺台灣夜市嚟講咧，係不可磨滅嘅記憶點嚟嘅。呢間嘅臭豆腐係呢度嘅人氣熱店之一。有人話南機場夜市嘅林家臭豆腐嘅味道咧，係走古早味嘅口感，口感咧係比較輕薄嘅，食得出咧佢係明顯嘅豆香味。我今次試咗佢嘅醬汁咧係比較重鹹味，反而我覺得索咗佢嘅汁幾好味，有別於之前我試過嘅臭豆腐。原來想要脆啲嘅皮，落單嘅時候可以請老闆幫你再炸得酥脆啲。如果大家有睇上一條影片，我都成日買肉師傅生煎包嘅外送，大家嚟到一定要試啊！包你唔會後悔啊！生煎包嘅底部咧煎得非常黃金酥脆，而且入邊嘅肉汁咧係非常之多嘅。佢只係20蚊台幣一個咋，仲買5送1，係夜市唔可以錯過嘅平民美食啊！5分鐘。哇，好熱，媽咪好熱，唔好差我底。啱啱先出嚟真係超熱啊！因為我哋都有啲飽啦，我哋淨係買咗一個試。講到台灣夜市，有一種小食幾乎每人手拎一袋嘅，就係地瓜球。呢一間地瓜球咧係呢一度嘅人氣檔攤，地瓜球係非常之大粒，有6種嘅口味。攞咗飛7號，要攞號碼牌嘅。呢度嘅地瓜球咧，外皮咧係好酥脆，入邊咧係好 Q 彈嘅，而且入邊咧唔會做到空心。我揀咗梅子口味，呢個口味係非常經典。50蚊台幣已經份量好多啦。好，謝謝。哇，熱辣辣，好多啊！呢間可以話係我食過最好味嘅地瓜球。嚟到夜市聞到呢一陣魷魚香味，真係勁吸引啊！呢間係古早味炭火烤魷魚攤。呢個咧，呢個即係好，都可以。好，看你，然後這個。哎呀，呢個嘢夾燒喎。等咗大約5分鐘左右就已經烤完啦。烤魷魚係50蚊台幣，呢一份鹹香味超香啊！好熱啊，好香啊！雖然佢好香，但係咧咬落係非常之硬，好難咬啊！另一間喺夜市王獲得雞扒第1名嘅店就係呢一間好吃炸雞，因為啱啱排完燒餅排咗1個鐘，都冇心機再食嘢啦，所以我冇試過呢個雞扒。可以睇翻夜市王嘅畫面。夜市雞排就是這個味道，雞排可能應該就是這種味道，原汁原味，沒有過度的加工，還有沒有過度的香料。除咗雞排，佢哋仲有好多小食買。呢一間玉米家嘅烤粟米咧，係榮獲米芝蓮嘅必比登推介。因為之前咧係未開門啦，但後尾我已經唔記得咗食佢啦，我下次再試。如果大家試過，可唔可以話俾我知好唔好食啊？呢度有2間非常出名嘅餃子店，來來水餃同埋阿亮餃子館，都係喺南機場夜市非常有人氣嘅食店。佢哋各自有自己嘅捧場客。我覺得南機場夜市呢度咧，有別於觀光夜市，真正嘅味道咧，唔需要一定有華麗嘅包裝，佢係藏喺弄巷裏邊，等你嚟發現，甚至去等你去排隊。睇完今集嘅南機場夜市嘅地獄級排隊實測，又食咗咁多咁好味嘅美食，為咗你哋下次嚟南機場夜市唔再迷惘，我特登為大家整咗一張南機場夜市嘅美食尋寶地圖。可以加入我資訊欄嘅連結，可以睇更多有關嘅南機場夜市介紹。我中意我今集嘅介紹，記得幫我撳讚好，分享俾朋友睇，訂閱我嘅頻道，即時收到新片嘅通知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